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5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，请离开我。咱会什么人讲请离开我？大部分来讲，咱是一寡咱无介意的人讲。真侪时阵，咱看到还是听到安尼讲话的人，大部分是即个囡仔。圣经内底有一个大人讲即个话，讲几摆。伊就是耶稣门徒彼得。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所记载是耶稣第一届甲伊见面呼召伊的时阵，伊所讲的。伊讲：主啊，请你离开我。后壁搁一句话讲：因为我是罪人，因为我是有罪的人。所以，请主耶稣基督离开伊。这句话是有问题啦吼。当然，咱知影这个时阵呢，这个彼得是完完全全毋捌耶稣基督的人。我相信，若准伊捌耶稣，伊就袂讲我有罪，请离开我。因为耶稣捌讲过。健康的人无需要医生，看病的人才需要。我来毋是要来钓鱼人，是要来招罪人。这是咱对马可福音第2章17节所看见的。耶稣来是要来招好义人，毋是要来招好义人，是要来招好罪人。所以，有罪的人才需要亲近耶稣。当彼得咧讲到请离开我，咱知影是完完全全的错误。因为耶稣来本来就是要消除迄个世上咱讲有罪的人。这就是上帝为着世间人所备办的救恩。因为耶稣是要来消除这需要帮助医治的人。咱来回顾彼得所讲一句话，敢有毋对？但照讲是无啦吼，但是嘛无正确，因为咱知影伊是有罪，伊嘛家己感觉讲袂甘得。因为主就是要享受迄个赦罪恩典，亲像以赛亚书先知所讲的。我讲我害啊，我惨啊，因为我嘴里的每一句话拢无洁净，我周围的人所讲的话也同款，拢无洁净。而且我甲亲目睭看见君王、上主、万军的统帅。因为安尼，有一个人个失的天使往我飞来，手摕一个火影仔，捏着祭坛顶悬得烧的炭，伊将迄个炭放伫我望着我的嘴唇，就讲：这块红炭望着你的嘴唇，你的罪过拢消除啊！你的罪过拢总赦免啊！咱是有罪的人，咱是无洁净的人，但是主的恩典就是要爱来除去咱的罪，甲咱无清气的所在。上帝不但是赦免咱的罪，也像是伊呼召咱成做伊的仆人。
所以以赛亚接续见证讲了后，我听主讲，我通找见什么人？什么人替我传话呢？我回答讲，我去，请找见我。咱搁来想着彼得，为什么彼得会讲请离开我？我是有罪的人。伊到底倒位有罪？是因为抓无着鱼吗？因为耶稣基督会通知鱼伫倒，所以伊就有罪。耶稣基督指示伊去抓鱼，伊就有罪嘛？还是伊的罪伫倒位呢？其实咱若照今日的经文来看，彼得伊今仔日的罪，伊所讲的就是骄傲。咱看伫经文，伊安尼甲耶稣讲：“先生，阮规工着我，什么拢掠无。”后壁伊佫讲：“你既然安尼讲，我就来野网吧。”对即句话来听起来、看起来，彼得对外行的人有一点点不耐烦哦。不过还佫还好啦吼，上落尾伊还佫是听耶稣的话去试看卖啊。伊讲但是你既然安尼讲，我就来野网吧。所以当伊看到鱼网中间满满的鱼的时阵，伊就马上甲耶稣讲：“圣经记载，西门彼得看到即个情形，就跪伫耶稣的面前，讲：主啊，请你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”彼得所代表的就是咱最容易犯的问题，骄傲。咱时常抓做讲我拢会使靠我家己就好我无需要别人的帮衬，无需要主的帮衬啦。这好若亲像小朋友咧讲话吼，伊拢定定安尼，毋知影天偌悬吼，地偌深安尼吼。抓做家己有法度来做，其实大人时常嘛安尼。事实上，咱无法度。伫彼得甲耶稣的对话中间，伊讲：“老师啊，阮规暝着我，什么拢掠无。”其实，事实上，即句话彼得所要表达的是讲：我就是专家，我规暝拢掠无鱼啊！你这个毋是掠鱼人，外行的，你捌啥？但是相对来看，即句话伊嘛承认家己的有限。虽然伊是专家，但是规暝嘛掠无鱼，所以专家嘛永远有失败的时阵啦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咱到底要靠什么人？当然，咱袂通学习这个彼得讲的请离开我，因为我有罪。可能咱来转变祈祷讲主啊，毋通离开我，因为我有罪。这个时阵，咱才会通得到救恩，得到主的欢喜。也亲像伫最后晚餐的时阵，耶稣本地要甲门徒洗骹，彼得讲袂使，毋通甲我洗。到落尾，耶稣也讲：恁若要互我洗，就甲我无关。伊就讲甲我洗全身躯，当然这嘛毋对啦耶稣也讲：你若骹清气，全身躯就清气啊。咱嘛爱讲：主啊，你甲我洗骹，主啊，你莫离开我。主对咱讲：毋免惊，对单以后你要得着人。今日这个呼召，相信嘛是临到咱。咱要诚做仆人谦卑学习，会通传扬主的福音，得着人亲像得着鱼。诗篇121篇
我举头看山，我的房产对倒落来，我的房产对上主来。伊是创造天地主，伊袂互你跋倒，你的保护者袂拄面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，嘛袂困去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的身躯边做阴阳来保护你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暝时月嘛袂害你。上主会保护你，脱离逐款灾难。伊会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莫存有骄傲的心志，会人谦卑来学习，领受主的教示，无得罪主。甘心领受主耶稣基督给我的呼召，诚做人得人亲像得着鱼的牧人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